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张伟民。咱看来讲吼，12月18是四大公投案哦，特别来登票的这个日子啦吼。啊嘛，因应这个四大公投案吼，民进党其实有编列一寡这个医生来去备战啦吼，嘛画出着4个无同意吼，专台要来办这个说明会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罢免陈佩慧了后，中国国民党吼将战场嘛全心全力放伫咧咱讲四大公投案顶面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民进党执政立法院吼是多数吼，啊在呀。少数吼，一寡这个政策推动吼，可能有较困难。啊，有人讲吼，是毋是多极困难吼？改用这个立法院这个诉求来总导，咱讲吼公投这个大对决的。另外，咱讲吼，这四大公投案吼是偌四大啦吼。咱讲第一个吼是核能发电厂，第四吼这个部分要来电开。另外是反内地进口，嘛要来进行着公投北大选。另外，咱过去有讨论过这个海草搭这个部分啦吼。啊，这咱看到讲吼，大家这个理路安怎来去铺排安怎来去看吼，尤其咱看到讲公民对决，那是变做是政党调影对决，咱讲吼对人民敢真正是好代志啦吼。尤其咱讲吼本地是人民家己意志的这部分，那是变做是政党之间的这个咱讲一寡攻防也好啦吼。敢讲咱台湾真正是对台湾是真正好的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蔡总统讲吼，卖互国家未来吼这个政党利益吼去绑票去啦。另外咧，伊嘛讲到针对着核能发电厂第四个这个部分吼，伊讲吼，同款的资源嘛会当用伫咧新型的能源开发顶面。另外咧，若是讲到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吼，缩减吼未起哩这个海草搭顶面嘛，向这个环保团体来做一寡对话啦吼。另外。嘛讲到内地这个部分，伊讲过去这个内牛都会当去用检验，啥内地袂当咧，内地嘛是会使啦吼。另外，伊个恢复到大家3当外前的这个记忆，9合1选举的时阵，迄当阵哦开票真正开到半暝啦吼，尤其看到台北市这样紧张，所以迄当阵吼公投要北大选，这个民进党遮受一寡这个疑虑吼，嘛发出着4个无同意。另外看到国民党这边安怎来讲咧，主席吼朱立伦主席吼先起来。咱看到讲过去啦吼，伊即阵甲即个公投是定调是对执政党无信任的一个投票啦吼。尤其讲到吼2012年吼，讲到即个内地内牛啦吼，迄当阵民进党是讲吼牛甲猪要分开啦吼，产地标示嘛有出一寡即个问题啦吼。另外针对着即个反内地吼加入吼即个 CPTPP 伊即个议论吼，根本吼讲若是反内地就无法度加入 CPTPP 即款讲法。朱立伦伊是讲根本是张飞拍岳飞啦吼。另外讲到这个公投北大选这边，朱立伦这个朱主席伊安怎讲咧？伊讲若是设一个公投日专门一天这个投票率会降低，欠缺着规个代表性到底128大对决这进程一个月过这大攻防安怎进行？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今日咱邀请4位来宾好好来讨论第一位咱邀请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志豪，志豪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淑慧你好。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主任罗嘉伦，嘉伦兄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尾咱邀请台湾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主任你好。大家安，大家好。是啦吼，讲到这回这个攻防啦，咱看到讲这个蔡政府也好，还是行政院规个拢动起来，尤其咱头段嘛看到讲朱主席这回甲定调，或者是对执政党无信任的这投票，咱看到行政院要安怎来运用，蔡政府要安怎运用，咱有整理到一个报道，先做来看。1期100四大公投，中选会规划5场公投电视意见发表会，互正反双方讲理念。头一场搁要伫11月13登场，反内地公投由农委会主委陈其仲对上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公投北大选是内政部处长陈宗彦甲国民党立委蒋启成做正反双方的代表，将爱召集由经济部长王美花来代表。对上环团代表陈宪政，中期核数是由经济部处长曾文生甲公投领衔人黄世修。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是当事人的一方，会以公投法规定来向国人报告。伊阁强调，万一出现核灾，台湾会起一半。所谓重启核试，不但不可能，并且核废料都没处去，万一核灾，一定台湾起一半。所以，我们一定会
把事实状况向国民报告。苏贞昌指出，公投是就事论事，批评国民党把核数变做是政治操作。民进党立委继续举这个话题，国民党立委是强烈质疑民进党硬把反内底甲反美底画做伙。在这个部分，我们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我们有义务，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不能让国民党你冲得团团转。莱猪等号美猪吗？请教院长。现在在禁止的就是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因前四大公投，政府全力捍卫政策，这一党立委嘛带新人化为支持，内底的议题更加是互哪里攻防不断。莱猪跟美猪是不一样的，美猪我们吃了20几年了，他们把美猪跟美牛试着要分离，事实上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概念。哪里的公投议题各有攻防，要把这个话题炒好小，寻求上大的民意支持。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是啦吼，针对着四大公投案吼，尤其咱讲到伫咧核能发电厂吼，这个第4个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讲行政院长吼苏贞昌嘛表示讲吼，会依照公投法的这个规定来向吼台湾国人来报告啦吼。嘛强调讲，这个万一台湾真正若是发生着这个核灾，台湾会起一半啦吼。所以咱先来看到讲吼，这个到底这个第4核能发电厂要电开啊未吼？咱看到讲4个政党吼，主要政党到底是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因应啦吼？啊，甲这个同意票。还是无同意票了吼，所以咱看到讲主文吼，你是毋是同意核能发电吼第4厂上转吼继续来去发电吼？民进党当然是吼，本来4大公投案拢是4个无同意吼。而且咱看到讲国民党吼，这个支持啦吼，另外民众党甲时代力量的这个部分嘛是无同意的吼。先来吼，自这个部分当然咱嘛爱另外吼。等下爱看这个海草大这个部分，拢是甲这个发电有关系。先来请教志豪啦吼。为什么这个苏贞昌议长啦吼，这回讲到真正若是发生核灾吼，台湾会起一半。啊，过去咧核能发电厂吼，这个第4厂啦吼，一直拢起袂好。啊，咱讲吼，咱讲这个咸的这个物件燃料棒吼，已经嘛送登去美国，到底有法度搁互伊吼商转无？当然是希望是卖啦吼。咱今仔看到这4个这个公投吼，这4个公投总共一句啦。就一个字啦，乱啦，这就是存心挑工来乱的。啊，讲到这个核四这个代志，这是咱几年前是在野党、执政党、国民党、民进大家拢是同意，拢有共识，是伫咧国民党的政府手头，是将这个核四甲封存起来。这代志，这无偌久进前的代志，这几年前尔。是，这是江宜桦院长伊任内所做的决定，马英九总统决的。决好了后，即马搁要，即马反叛搁无爱，搁无爱信任啊。即马搁顶到搁要爱从核四重启啊。啊，阮东北角，阮家人的乡亲是大。阮遐的人是，阮遮是真侪的市民朋友，阮是真侪遮的包商师傅，大家拢捌做过核市场的工课，捌去过、捌看过的人，大家拢嘛知影，这若是真正若运转起来，迄是真正是真害，这一定是出代志的。大家拢知影，啊过去这20几年的这时间，为着是啥？核市船开始就毋是为着要发电要用的，核四船开始就是为着施工来做的。伊就是要永远永续施工落，因才有钱通赚，而且零件才有人有法度去卖。啊，迄当阵核四的是为着2-3支这个内面的这个螺丝都爱开骨了用呢。这是一个有够，算是讲对迄个时阵人来讲。足好谈的一个生理，但是迄是一个生理，迄毋是为着发电要创的。好，所以核四这代志本地，这当公仔车本地就袂使互伊开始的。好，所以核四啊，国民党是讲，这个核四就是要甲这个三阶吼，这早教这两个白做伙，做一个替代。伊就是伊无爱互你用天然气发电，伊讲伊要爱用核四发电，伊的规个逻辑就是安尼讲。啊，但是。天然气发电是啥？迄就是一个未来的新的时代的能源的一种发电的方式。是，所以你袂使讲
因为即马特斯拉真开钱，所以我未来这新的这科技我拢无爱，我要用这旧的，我转去使买车好啊。啊，这逻辑袂使安尼创嘛，你袂使安尼讲。当然天然气有伊的问题，啊环保相关的问题，阮嘛真有诚意吧，甲伊退一个1/10，了后就变做讲，你规个会当对环境的破坏会当降甲上低，但是你规个台湾的经济爱挖靠的，这所谓这电，你爱有一个真稳定嘛有够的电力。啊，咱即马就是讲。你唔是干那爱唔是干那爱有够的电，是，而且你较有稳定。啊，即马就是天然气，唔是干那天然气的发电尔，天然气是甲这个离岸风电是做一个配套。是，好，有的时阵你要用离岸风电，啊，离岸风电无法度的时阵，你要用天然气，啊，两个互相来配合的时阵，咱规个台湾的电有才有够。啊，所以讲你发电的这个问题，啊，包括着了后就讲反莱猪、反美猪。即马莱猪就是为美国，你即马讲的，国民党所讲的，伊反对的，这莱猪就是美国来的。是，你又讲啊，我袂使讲这个莱猪是美猪，啊，明当就是这，你即马反对的，你即马反对的这就是美国进口入来的。你即马甲我讲，我袂使讲你是反美猪，简单讲啦。即马国民党所操作的，也是讲即马这反莱猪伊所操作的啥？伊所操作的就是反美啦，反美国啊！啊，反美国为着啥？我唔知影。老实讲，我唔知影国民党到底是啥物原因对美国有遐大的这个意见啦。但是台湾甲美国若无好吼，我甲各位观众朋友讲啦，中国上欢喜啦。台湾甲美国无好是中国上欢喜。是。啊，国民党到底是啥物原因？啊，对这个迪拜这个代志？遐尼啊坚持，我这互观众朋友大家家去想去思考，什么原因啦？是，咱就先来请教社会议员吼，咱先看到讲吼，这个第四核能发电厂这个部分吼，迄当阵提案这个理由啦，伊是讲吼，这个2018年用这个核能吼永力公投通过吼，政府又愿继续来推缩掉这个废核的这个加园吼，另外吼，政府嘛用到这个核废料吼，无法度去处理，所以这个核能发电第四厂啦吼，要继续来去电。爱开真济时间吼，用这种理由来，咱讲牵倒着吼，误导着这个民众吼。你安怎看咧？啊，尤其咱讲国民党这回这个应用。我要先反对一下吼，头拄咱民进党的代表讲国民党反美吼，讨厌美国啊啥。无呢，我唔知你捌甲 AIT 的官员有开讲过，啉过咖啡无？我旧年嘛有，我今年嘛有，因为我家己住 AIT 的对面吼，阮定定相约去对面的咖啡厅啉咖啡吼。讲台湾的问题，我嘛甲因讲吼，拜托的吼，美国会使，因为迄时阵有个美国 AIT 的官员，时间到要转去美国吼，今年的代志尔。我甲讲，你若转去美国，会使佮甲阮吼加反映一下，讲阮要爱疫苗无？我嘛真爱莫德纳啊吼，莫讲甲安尼去吼，大概拢要安尼黑白牵拖啦吼。事实上，伫来自以前吼，美国的猪肉本来就有入来啊。因为大部分美国的猪肉拢是无莱克多巴胺，大部分哦，这个是陈时中甲咱讲的哦，讲敢若23%的猪肉有莱克多巴胺尔吼，70几拢无，所以阮就直直问讲，明明美国有好猪肉，啊，我嘛讲嘛好，以前都有啊，像迄啥物金华因迄饭店内底用的猪肉、松板猪，迄足侪拢是美国进口的啊，阮敢有讲过啥？无啊，全世界。不止干那美国用莱克多巴胺尔，事实上加拿大嘛有吼，所以阮反对的是用莱克多巴胺的消猪仔吧？为什么伊叫消猪仔？大家有想过无？就是莱克多巴胺本身就是干那兴奋剂的物件吼，伊就干那咱有的人吼去食迄非法的减肥药，无合法的，食了会迄交感神经的副作用，会心跳会较紧，会安尼躁动吼，较紧散落来，伊就是这个作用尔。所以毋敢讲是消猪仔，咱有看过鸦片食莱克多巴胺。了的猪仔会变做安怎？啊，为什么有遮济好猪仔肉，咱唔去食吼？头拄仔录节目之前，我甲主持人讲吼，其实吼，咱反对莱克多巴胺吼，是咧保护更加济好的猪仔肉。大家有想过啊？为什么美国嘛是70几%的迄农民无利用莱克多巴胺，因是规支咧饲猪仔肉、饲猪仔对无？咱为什么我鼓励因呢？讲阮干那买好的猪仔，恁着用良心去饲。本来就是爱安尼啊，敢唔是安尼呢？即摆民调做出来，不管倒一党的，就算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足大部分嘛是反对小猪仔肉。敢
毋是安尼。咱身为民意代表，咱爱想的是为民众，毋是干那为家己的意识形态。OK。核四这个问题，吼，其实更较深的问题是台湾的发电，吼，爱多元多管道，爱平均。即马你敢知影今仔日袂伤寒，袂伤烧，对无？免冷气，免烧气。毋过大家知影今仔的发电，台电的网站讲，即马的发电供电量是吃紧，即马已经用到9成。你就感觉。啊，无你用烧气，啊，无你开冷气，为什么这个时间已经用电已经剩10%尔？台电已经拍出讲供电吃紧啊！即马唔相信你即马去上网络去看，所以台湾的发电一定是你硬经的，其实来讲是硬经的啦。你是讲天然气发电，你讲哦天然气发电吼较好较安全，是无唔对啦，嘛不利卫生啦。不过你敢若是讲敢若3阶的问题尔，无我甲你讲。为着要天然气发电吼，要到2025年要占5成这个目标，大家知影咱搁开5000亿无？这毋是我咧讲的哦，这是我为106年的资料开始直看到即马，因为咱为着这天然气发电吼要占50%，咱爱加起25粒的除气槽，天然气的除气槽。你讲天然气的除气槽就足安全的吗？好，不止干那迄粒除气槽尔，输气管，啊，搁有迄燃气组发电的燃气组，一台100亿，爱加买7台，一台100亿，你无听唔对，一台100亿，所以加5个所在拢爱加起，5个所在加起来要5000亿，台电爱出2400亿，中油其他中油出，你是讲干那安尼尔吗？无所有的大型的公共工程，到尾啊拢直追加，追加，医生一直堆落去，直追落去，堆到尾啊拢是2倍。是。好，所以咱到尾爱开1兆呢。OK。咱的台电已经要破产啦，所以我毋是讲吼，咱一定爱有核能发电，主要爱用核能发电。我感觉爱平均，啊，搁有用新的去换旧的，未来上好，咱无核1、核2、核3。有一个上新的核4就好啊，甲旧的换掉。OK。啊，这不是较平均吗 ？OK， 这是这个社会议员吼，针对着这个核能发电厂吼，过去已经用第1厂、第2厂、第3厂啦，啊讲伊要用这个第4厂取代过去吼，互因遮退役啦吼。啊，头拄啊，这个议员其实嘛有提供着吼一寡这个资料吼，就是讲到这个猪肉这个部分哦。其实自今年1月初啦吼，咱看到讲吼，这是嘛是因应着这个内地要入来的这个时阵，这个卫生福利部应该有做一个猪肉这个仪表板吼。那是自这个仪表板来看吼，美国猪今年拢还未入来半斤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这个议论吼，相信会当透过这个仪表板用数字来去看清楚。啊，但是社会议员头拄也嘛讲到，公道也无过就去来啊。OK， 但是咱头拄也讲到吼，内地然后你头拄也是讲小猪肉，啊，但是咱过去有进内牛，所以按是变小牛肉，是安尼意思。所以我感觉是讲吼，民进党过去也反对内牛，即马上正确的是拢反对。但是因为 Codex 已经改变做一寡发展。我跟你讲 ，Codex 的物件，你也讲照 Codex 来讲吼，国际标准来讲吼，安尼 COVAX 是毋是嘛是国际组织？疫苗的 COVAX。是。啊，为什么 COVAX 认同迄科兴甲国药，咱无认同咧？所以共款的国际标准，咱嘛是有时啊接受，有时啊无接受嘛是在咱讲的啊。OK， 因为中国的这疫苗应该是咱讲，伫咧这个注射这也是讲这个血液这个部分，咱本地。食落去，咱做的身体拢是健康。我感觉了无相信，就拢买袂要紧。OK。上好是拢买，毋是讲啊入来你会使卖食，啊毒品嘛会使入来卖食啊，毋是安尼嘛。无好的物件，咱就拢卖来。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在野党、执政党，若是这个换一个位吼，这个思考爱一致吼。咱即阵来请这个第三势力啦吼，头拄也听到讲过去啊，即阵的这个执政党过去嘛做过执政党的这个吼国民党啦，听恁的声音上准啦吼。咱看到讲吼，核能发电厂遮吼，恁是拢无同意啦。先来请这个主任啦吼。多谢主持人哦。我感觉咱咧讲，咱咧讨论咱遮能源的政策吼。唔通变做是大家咧互相配喙烂，你嘛是爱等爱一寡咱上基本的讨论吼。你一个能源的政策，你要怎制定是咱伫咱的经济发展吼，啊到咱的环境的保护顶悬，吼来去寻求一个平衡啦。是啊。吼啊，伫即个情形下，咱一个不管即那核市场的问题，到底是咱先莫讲核废料根本无法度处理即件代志。咱得甲讲，伊
是一个重公仔车，吼，就像拄啊咱之后议员讲的，伊是一个重公仔车。咱找即间厂商啊，摕系统，啊，找另外一间厂商摕零件，安尼斗起来，安尼才会安全。迄甲进前合一、合二啊、合三，迄是咱的统包的方式落去做的，迄是完全无共的。OK。吼啊，除了这个问题了，都有咱的核灾的疏散的道路的问题。哦，因为全世界无像有无代一个国家是将咱的核电厂啊起伫咱的首都圈，起伫附近吼。附近呢，是。咱来看哦，核一厂离台北市的直线的距离是28公里。OK。核二厂是22公里，核三厂哦，新北市实际若是台北市差不多无到30公里。啊，咱美国也是日本，因基本上是80公里的迄个一个安全的距离。哦，啊，而且伊虽然讲咱80公里以内一定拢也是有大人嘛，啊，毋过因若是有迄个可能的事故发生的时阵。因是有所在会用走，有路会用走的。是。啊，毋过咱能看到讲，几当前，咱包括咱咱北海岸，像一个大雨尔，啊，设计伊个路拢放伊，啊，核一厂嘛内底嘛迄个嘛出问题。是。啊，你啊，迄时阵核一厂内底出问题的时阵，伊个荷兰了放拢要伫内底，啊，发生啥物事故，啊，你北海岸的人要带走。买位家人啊，买位淡水的路拢迄落咧，拢淹水啊，是安怎根本拢断去啊。啊，所以咱倒来看，咱核市场伫空仔寮即个所在嘛是共款啊。伊就基福公路啊，到滨海公路2条尔。啊，你要当地人，你要叫伊若真正发生啥，要走伊带去，走无啦。啊，所以倒来讲，核废料根本就无法度处理，咱连一个中期储存厂。哦，中期，咱莫讲中期哦，上后壁迄个最终处置。中期啊。咱中期到到今仔都要唔知要囥代，啊叫咱这核一、核二，哦，咱这金山万里，啊都有咱倒来恒春，哦，咱这乡亲爱家己哦心肝病，可能这物件拢爱继续囥伫遐，我感觉这是拢足无负责任的讲法啦。是。所以核市场这个部分哦，是绝对无可能互伊倒起来。而且咱等下讲核废料无度处理的问题，你台湾要安怎用核能 ？OK， 系啊。所以咱来看来讲吼，这个伫咧4代力量伫咧核能发电第4厂这个部分哈是无同的。继续请教俊伟哈，代表民众党的这个声音。因为阮民众党是无反对核能，阮杨哥我反对哦，无反对核能啊，因为即摆大家咧用的时候，阮无讲核一、核二、核三停开呢。民众党无讲这个话啊。OK。因为对阮来讲，你核四你若譬如讲，你这像头头讲的，你核一、核二、核三是一个统包的过程，你的起的建造的过程是安全，会使互大家接受的，袂互大家咱咧质疑讲这安全性。你若核四是起甲遮安全遮好，阮当然嘛是赞成啊，因为这个核能是一个干净，嘛袂使讲的是干净的能源，因为有核废料的问题。是。样个伊，譬如讲，伊对咱环境的影响是较久长，样个伫。很主席，这是台湾能源政策的一种选择啊。OK。你若讲你无爱核四，你无爱核零，你要拢停开，你要靠绿能，我感觉足拼的啦。因为咱是控制讲你要做一个废弃民进党伊讲你2025年讲要非核家园，我看会足拼的。OK。因为伊的绿能甲一寡太阳能、风电嘛，好2兆风电毋知发电发到去啊。啊，太阳能嘛，你有一寡。你看咱台南的海岸线啦，咱南台湾海岸线，大家拢领起迄太阳能电板，迄嘛是有一寡污染哦。而且你伫太阳能电板下骹的农作物、遐鱼啊、加减拢有影响，这对台湾影响嘛是真大。因为我想要讲的就是，你的能源政策是一个规划，会完整的规划，唔通讲你核能无爱，啊我绿能发电袂开。啊，台湾个继续去烧天然气，来烧煤炭，这对台湾来讲拢是无好的。因为所以阮讲核四这个议题，你若安全，大家头都已经讨论足济啊啦。若好多安全，阮嘛是支持起，样个即马这个核四就是无安全，而且佫已经封存，国民党封存，啊了国民党讲要佫开，我嘛想无是讲啊你既然。啊！你为啥准备迄当时要封存 ？OK， 就是讲袂清啦。你若会使，你若感觉合适，国民党感觉合适就好诶。你伫个咧起的时阵，你就甲起好好，互伊会使尽速去发电。因为你即马迄阵你家己封开了，封的下骹来讲好啊。啊，民进党的时期，咱公道讲我要甲佫互开，
这小可奇怪啊，我个想袂到。但是今日瓜主席嘛讲到一个问题啦吼，伊讲到吼，这个核能发电厂的这个部分，也是讲这个内地吼，内地伊讲到吼，无法度加入 CPTPP 啦，啊，佮有这个，伊佮有一个弹书讲，啊，未来可能会应用到日本这个福岛吼，这个核灾食品的这个问题吼，但是咱来讲是吼，这个民众党暂时讲核能，伊是一个吼。清气的这个部分，但是伊买收购一寡核废料这个部分，但是恁无同意的是，很亲像讲核能发电厂、第四厂这款问题，但是未来佫会应用到这个核能食品的这个问题。啊，瓜主席的用意到底是啥物？其实你应该讲啊，你只要食品内底有核辐射，我相信全台湾。伊是讲来自迄个地区啦。你应该是安尼讲，核食这个。名称就是含有核废料或是核辐射的食物，是，迄是无台湾人无人会使接受的啊。阮民众党无可能讲，伊内底食品内底有含有遐个。这全台湾可能嘛无法度接受啦。系啊，无。但是即阵是针对讲开放即个所在的这物件。因为过去啦吼，其实阮跨市长有去日本，有去辅导遐，有去遐食物件。伊嘛是讲，你若即个物件是经过国际标准去检验，内底是无核辐射残留的，这食品你也该禁就要禁啊。有影，过去态度是较明确啊 ，OK。伊过去就已经有讲过啊，你只要核实内底有核辐射的，绝对袂使。是。抑个你也经过检验内底无的，你毋管是伫倒位的食品该禁啊，符合咱的规定该禁就禁。OK。内底嘛是哦，是。阮民众党是讲。你要标示好清楚，你只要符合国际标准，较严格。咱譬如讲国际标准是安怎，咱台湾标准佫较严格小看。是。那标准检验无好，检验好入来，了后甲每一个猪肉顶管拢标示讲这猪肉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甲标示好清楚，互台湾人民会使家己做选择。毋是讲我好啊，这猪肉我要进啊，有含无含我毋知，检验出来安怎？啊，马紧恁就掺落去食，所以烟肠啦好啦，一寡绞肉迄啦好啦，你若内底猪肉内底有含有莱克多巴，迄拢会标示好清楚。OK，互台湾人民会使做选择，你甲选择权交互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家己会去做选择嘛。OK， 来请教集合啦吼，安尼标示就清楚，内底这关你就过安尼。内底这个啊，拢内底也好啦，你讲美底也好，这个问题就是关税壁垒的问题啦。对啊。讲就讲，阮啥那主张讲。反对即马这反对美猪进口的这方，阮认为这是伫咧反美。什么原因？因为这是台湾甲美国的贸易问题。是。两边的贸易问题，咱台湾主张啊，用本党、民进党主张的长期以来，拢是甲人讲一个，就是国际标准讲会使，咱就好；啊，国际标准若讲袂使，咱就是，就是遐简单。所以 Codex 迄当阵也未。这个公布进前，阮就是反对。是。Codex 这个公布了后，讲遮会使，遮经过因检验的拢会使，啊，阮就接受。OK。就是遐简单。啊，所以讲，阮甲美国啊是讲甲遮 CPTPP 的这谈判的这过程当中，嘛是共款。OK。就是阮只是要甲全世界各国共一个标准，就是遐简单尔。OK。即马。这个反方伫咧反对的，这美国的这猪肉，是含中国拢会用的进口的猪肉。是。啊，即马就是干那台湾就是干那这即马这讲要反对的，这人在反对尔。含中国政府、习近平的政府拢无咧反对的。代表阮嘛无讲，相信中国的政策。所以讲无啦，即马是讲。全世界对美国上无信任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一定是排第一名啦。啊，但是对美国遐无信任的国家，就对这个标准会当接受的时阵，我相信这个标准应该普世一般，一般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无进来滴，中国进来滴，无进来滴哦。是啊，进来滴吼，敢若咱台湾和咱台湾和中国啦，拢无进来滴哦，无讲哦。所以吼，中国为着要买到无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中国去甲美国上大迄肉品供应商吼买落来，就是要爱伊生产。零莱克多巴胺。好，是毋是？我讲到一半嘛。咱即马讲到这，我讲到这，继续讲猪肉这趴啦。台湾大部分的，比如讲台湾所有进口的猪肉，所有进口的肉品啦，差不多就是这大卖这厂商在创。这大卖这厂商，规台湾无几间啦。是。
啊，咱安那处理这个问题，咱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半年前、1年前，大家拢有看到这个新闻消息，拢有看。OK， 就是所有的大家有一个有一个共识，无人要进口。对啊。相关的只要是有任何疑虑的，这肉品拢无要进口。OK， 问题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即马到底是在讲啥？咱即马是在讲一个贸易顶头的一个规矩。OK， 你照这个规矩来的时阵。你要讲所谓相关的贸易、国际贸易的相关的，包括 CPTPP，包括台湾甲美国的即马相关的关系，台湾甲即马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是，你就是照规矩来。我嘛毋是讲一定要为着台湾要开什么无，只是讲台湾就是照规矩来，照甲大家共款来。只是安尼，尔。有啦，民进党即阵吼，较敢说明吼，即地即个甲美国的即个关系吼，较早是唔敢讲吼。啊，过去他们讲吼，执政党咧处理着来牛来猪的时阵吼，真正是有讲无上吼，啊弄破爱赔吼，大家拢伫遮吼处理即地问题，头壳真疼啦。所以才有讲换一个位吼，大家都爱烦恼了。我过去讲啥，啊去有即个第三势力会当来去操作即个啦吼。另外咱嘛讲着吼，其实啦，即个四大公投案吼，真正大家若是要好好来争的话。啦吼，就是真正民进党、国民党吼，这是4个无同意，咱讲吼，啊是甲4个同意的这对决，啊咱讲民众党时代力量遮都吼一寡这个无共款吼，所以嘛唔免甲所有物件拢白做伙来去看啦吼。另外咱即阵要来带大家看讲，针对着吼这个执政党也好，啊是讲这个国民党也好，上大这个在野党吼，啊其他的第三势力吼，伫遮安怎对这个公投案佮进行说明？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公投大家庭，公投大家庭，台湾谢谢你，台湾谢谢你。野战4大公投，国民党启动全台加港宣传政策，一路落南到屏东，要为屏东的街路出发，行遍台湾。党主席朱立伦指出，公投是民众权利，无论本岛离岛，国民党要共同代表全民发出声音。因若要前往离岛，也将亲自参加公投案的电视意见发表会。包括本身，包括江主席。包括周部长，包括赵少康董事长，还有很多民意代表，大家都会一起来，我们大家代表民意来发声，让大家很清楚，这是民生的议题，这是对民进党执政不利，民众要求重视民生议题的一个反弹。4项公投案敢要辩论，正反两方无共识。中山会预计21月13到12月11举办5场电视意见发表会，国民党派代表轮流就任，行政院也有应用。行政院是反方，行政院会依法推出相关的代表，去参加这一个意见发表会，来论述跟表达政院的政策立场。开放的有没有对养猪产业有影响？有，是正面的影响。我们从自给率9成，到目前为止提高到9.3%呢。根据了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是反来猪公投的反对方代表，内政部处长陈宗干是公投北大选的反对方代表。公投对决，执政党总统员立法院民进党团也正是总统蔡英文已经下训练中。蔡英文主席呢是下军令状，民进党已经要求立法院的党团每一位立委至少都要办1场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公投的说明会。为电访到中央，民进党会着全开，国民党也是宣传车全台行透透，随着拿入饼场，也相关公投的会地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看到讲吼，4大公投案吼，真正要正面来对决吼。咱看到讲吼，这个正方吼，国民党吼反来猪的这个部分是派出着国民党的这立委林维洲吼来去做一寡这个对应吼。啊，其实伊的这个反来猪啊，这个农委会派出着这个主委吼陈吉仲吼。另外咱讲到吼，这个公投北大选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吼是这个公投咱讲公投北大选吼是江启臣吼要来做这个正方吼。另外北大选这个部分，咱讲吼是这个内政部处长陈宗彦吼，伊即阵嘛是咱的这个指挥中心副指挥官吼。啊，海草大的这个部分吼，咱是用这个经济部王美花吼部长要来做这个反方的这个说明人吼。继续搁请教吼社会议员吼，头拄啊咱讲到这个4大公投议题啦吼，4个同意吼，咱讲台湾吼多谢你吼，这是恁拍出来这个口号啦吼。但是咱头拄啊嘛针对着吼这个志豪所讲的过去吼，执政党咧做，恁过去嘛是执政党啦吼，啊公投。这个核能发电厂第4这个部分，嘛是恁放起来，啊，即阵搁要电起。头拄嘛，咱民进党的代表嘛有提
问到这个问题吼，为什么国民党迄时阵马总统会先甲封起来？封起来唔是甲废除，吼，唔是甲拆掉，吼，为什么呢？迄时阵的民调，大家去看吼，确实大部分的民众已经感觉讲台湾要行非核家园，因为相信民进党的做法，尤其是迄时阵日本的核灾拄啊发生无偌久，所以迄时阵民意是会惊的。OK， 作为一个政府，不管你是倒一党的，你都应该听民众的，这大家同意吧？不过咱来问的是民进党，为什么民进党执政6年外了，愈来愈侪人无相信非核家园？恁执政安尼，结果颠倒讲台湾民众无相信。你看即马吼，联合4这个议题，本来我家己分析吼，是上歹过、上歹得到支持的。结果我最近看到民调吼，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哦。居然联合4吼都有大概一半以上要支持啊吼，代表讲奇怪，台湾民众经过这6年吼，有感觉吼，当初民进党甲咱讲的迄能源政策吼，可能是做袂到的，吼，可能是一场空，可能爱开足侪钱的。我头讲啊，干那迄天然气尔，爱加起25粒的迄储气槽，啊，搁有迄燃气柱一台100亿，一台100亿，我看到迄个计小想讲是啥物物件一台100亿，是要买太空梭哟？我嘛是惊到啊，吼！这内底有偌济油水，我嘛是唔知影吼。就像头拄仔讲的，迄台电内底有诶，唔是为着发电吼，可能是为着要开钱吧，我嘛唔知影。OK。只是讲吼，这嘛是天然气嘛是钱坑啊，吼。啊，搁讲到吼，迄太阳能发电吼，我本来嘛唔知影，有一个中南部的吼，本来是用迄气温吼，饲鱼仔会甲我讲吼，即马中南部已经关。清外的迄气温啊，无咧做啊，嘿，迄歹做啊，为什么？做互人去放咧太阳能板吼，较简单。啊，结果这就一个产业的连锁效应吼，做者进去罐头的吼，就变成爱去进口鱼啊、淡水鱼等啊。啊，做者迄田即马嘛无爱种啊，吼，该去做下人去放咧太阳能板。所以咱即马进口的米会愈来愈侪，唔相信去看迄农委会资料，因为我是一个最爱看数据的人吼，所以我会直直看。啊，佫讲吼，日本核灾区，头拄大家有讨论到日本核灾区，讲你一定要验到迄内底有核辐射，较卖入来吼，这完全是唔对的。为什么？咱台湾家己嘛是安尼，我一定是环保署有讲，环保署有做工课过吼。咱安怎去处理迄重金属污染的产？只要验出来迄产是重金属污染的，你都袂使种啊。拍掉了。嘿，唔是讲你直种，啊种出来了，佫机器去验讲你有重金属无？无你会使卖无？中华足侪田，到即马已经休耕要20年啊。因为咱感觉迄个土地都有问题，所以咱免去种出来了，咱无迄个能力吼，逐斤去验。日本嘛是安尼，因即马海水内底，因即马土地内底嘛是佫验会出来。吼，这免讲白菜嘛，吼，因家己嘛承认。佫验会出来，因迄桶啊拢要破去啊嘛，吼，所以爱找一个所要倒去海内底嘛。因若迄水内底较清气，创啊倒去海内底，倒因的水库内底就好啊。啊无就工业用水去再回收就好，就是迄内底嘛是有核辐射，放迄桶啊放较侪年啊，对无？所以迄个水有问题，迄个土地有问题的时阵，咱为什么爱开遮侪成本？讲你逐只鱼啊来，我逐只甲你。验，你逐粒冷库来，我逐个甲你验。所以这个核能嘛是有问题。咱日本佫有足侪所在会使进口的，就像咱美国，咱甲美国嘛进口足侪物件啊，车嘛有进口，电脑嘛有进口，手机啊嘛有进口，即摆连武器拢甲美国买啊。咱无讲反对美国的物件，咱武器拢甲美国买，阮无感觉有啥物问题啊，只要卖袂遮贵就好啊，对无？所以阮无讨厌美国。美国猪仔肉我嘛是爱啊，美国牛肉我嘛是爱啊。咱若感觉莱克多巴胺无好，咱就干那讲即地卖就好啊嘛。安尼咱讲吼，共款的这个标准吼，这个牛肉吼，真正爱讲这个标准。我感觉会使种啊，会使种啊。未来可能就是爱吼，真正若是讨论到这内底买手吼，讲到吼1/4若是过关，可能牛这个。这就是一个时代进步嘛。咱时代愈进步，咱对食的安全、对食的健康愈来要求就愈高。但是你头都有讲到这个核能的这部分，你讲到日本核灾这部分，这个水若是有问题排出去嘛是有问题。迄是发生核灾啊！但是咱拢未发生核灾嘛。咱若讲吼发生核灾了吼，未发生核灾，咱就讲吼发生核灾要安怎？因吼全世界即马2个所在发生过核灾嘛，车诺比甲日本嘛。这2个国家嘛是搁咧用核能。第二啊，你若讲地动袂使起厝，车祸袂使坐车吼，啥物物件咱爱去考虑风险，甲你的利益。咱政府爱做的代志是还尽量安全。尽量安全，但是这个尽量安全，无法度拍包票呢。
高铁嘛有风险啦，地层嘛你下线啦，对不？但是这个核能的这个风险，咱火车拢会变过去啊，敢有法度？啊，咱的火车拢变两届去啊，2年拢变2届，啊，敢买坐火车？主任，所以我感觉其实国民党哦，一寡观念哦，反起反倒啦。你无反起反倒啊？你像我感觉社会议员安尼讲哦，是伊无了解讲，其实咱有足侪 NGO 的朋友哦，当期间拢有咧。伫咱的核1、核2、核3厂附近咧测一寡核辐射的迄个数值啦。啊，有进前有一年哦，核2厂伊发生内部的小的爆炸啦。OK。啊，迄件其实咱附近伊伫核2厂附近周围哦，啊，都测到一寡些微的辐射，迄个核辐射剂量。啊，毋过你免讲啊，尽量互伊安全啊，咱是。这个一定爱安全的物件，咱无迄个资本会用去甲伊博这个安全性。伊离咱台北、湘北，10几公里、20几公里的距离尔咧。你真啊，算核辐射，莫讲北海岸的人无得走，你台北市的人，你看你要走一带，走袂离啦吼。系啊，啊，讲当然咱公投的立场，我感觉。其实吼，咱时代力量是今礼拜是会开记者会，对外做一个说明啦。是。公投这件代志哦，无应该是变做最后是政党每一个政党来咧动员来咧对决。咱是爱互透过这议题吼，来去互咱的公民、咱的国民吼，大家来去思考，大家来去讨论，吼来去论证这内底一寡是迄个理由吼啊对毋对，大家来去辩论嘛，来去思考。哦，所以看到国民党甲咱民进党。吼，拢有一个口号，那做响亮伫遐，我是感觉将规个思考伤简化去啊。OK， 伤简单化去啦。其实吼，我有一个补充吼，其实咱有4个议题嘛，吼。啊，其实在野党对于足侪公投拢是认同，你看圈圈较侪对无？对。啊，咱为什么吼讲来讲去，我讲其他议题，大家议题拢爱分析一下啦。是啊，咱即阵要来继续这个公投北大选这部分，尤其这对小党非常重要吼。就是无法度，但是你嘛讲到吼，咱过去讨论吼，这个政党票内底吼，30%，国民党啊，个有民进党吼，拢占差不多1/3啦吼。小党的这个部分，公投北大选对恁有较有利无？无迄投票率吹袂出来呢，主任。时代力量其实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是公投爱北大选，不管咱伫咱的税金顶悬的减少的支出，这件代志是一个足重要的。啊，为什么2018年会发生迄件投票投啊半暝开票，一边开票一边还咧投票，这个其实伫公投那一件公投甲大选进程吼，伫立法院都有足侪届，不管是大一个政党。每一个政党的立委拢有甲咱中选会有甲讲，啊，恁迄规个安怎安排投票的动线吼？你迄规个技术的问题，啊，你要安怎领票，安怎迄个，较袂变做大家要咧有发生着像后壁即个开票要咧投票的状况。啊，中选会就足有信心的讲，因拢准备好啊。OK。啊，事实上咱就看到，都无准备嘛。OK。对。啊，所以。啊，感觉后壁变做讲吼，啊来咧收即个法从咱的公投甲大选来拖工吼，我感觉是一个足可笑的代志。是，时代力量是一直主张讲爱公投北大选，啊，毋过我嘛感觉讲，咱国民党真正提出即个案哦，我嘛感觉，我毋知影要安怎看即件代志啦，因为国民党因阵也是反对的。OK。吼，啊，伫咱2018年投票了。看这谁呢？有甲因对较有利，我们被你说服了，没有，我们被你们说服了。所以这是节省行政人力。啊，我感觉讲，咱公投北大选这个案哦，咱嘛是爱倒来回思考一下啦，来当来思考讲，到底是安怎做？其实咱嘛看到讲，其他国家吼，伫咧选举遮，咱是8点开始到登票啦，啊，甲4点吼收煞。啊，其实咱看这个香港，伊嘛是开票开到这个半暝，只是讲你安怎甲这个开票这个流程，还是讲吼这个进程的物件做好势啦。啊，其实这若是无这个问题，其实公投北大选过去嘛是民进党所主张的啦吼，所以继续搁请教准委啦吼，但是恁伫咧这地吼是无同意。其实因为
2018年的时候，迄时我伫台顶啊。啊对，你我伫台北市政府开票的时候，我是做主席，开袂出来，开到3点，下暗3点，因为头前公投的议题上侪啊。而且为啥物阮党伫咧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确实伫咧党内有真侪意见。哦是。因为有的人是考虑着讲啊，这投票率的问题啦，会使过无顶顶的议题。因个了，阮规个党讨论了，有一个共同的共识。为啥最后反对？就是因为我希望公投的议题是会使透过规个社会好好去讨论，莫伫咧选举的时阵去激化甲，因为你选举的时阵，大家大动员啊，大家就只剑拔弩张安尼气压压。有因为你像即马公投的议题这4题。咱即马有5个月的时间，其实真侪议题，咱会迄一个提出来，伫咧社会上去做讨论，毋是绑伫咧选举内底，譬如讲总统大选，啊不就是县市长的选举内底，迄阵每一个舞到最后就，迄阵你会记得，迄阵咧选举的时阵就是同婚的议题，直接甲候选人绑做伙，1-3 1-4安尼无同意安尼吼。你若感觉这候选人好，啊伊支持同婚你就支持伊，啊无支持就无支持伊。规个社会都撕裂啊，因为我感觉规个社会裂痕伤大。无一个对话吼，变做是。因为公投的议题是一个公投，毋是去登票迄讲呀，是登票进前的讨论，开始对社会来讲是上重要的。咱会使透过这个机会去了解讲台湾在核能买无？来自甲规个美国的关系买无？是。然后佮早教环境甲这个开发的议题买无？这个议题是会使好好互台湾去思考甲讨论，莫佮互在政治的意识，了规个舞甲安尼吵架落架。公投啊好好讨论啊，毋通佮绑做伙讲我这过美国对我安怎，中国的得利啥，抗中保台啥，无啦，这是台湾的民生的议题，好好讨论啦，真的啦。民生的议题啦吼 ，OK， 来之后安怎回应？咱即摆要讲公投这题啊，公投这就是我头拄仔讲啊，讲这4个公投的这个题目，就是讲总共一句就是一个乱啦。啊，咱讲到这个公投这题，这就是要确定以后要继续乱的关键，就是伫咧这公投办法上这题啦。啊，所以讲当然，阮即摆拢反对。理念上、理论上，当然你若是愈侪人来投这个公投，对这个伊的代表性愈悬啊，这一定是安尼。啊，但是咱操作方面，咱嘛看到顶面的咱的这个公投，他拄啊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朋友嘛讲，你有讲到讲，毋是干那操作，你毋是干那讲开票开到真暗这个问题尔，咱是讲包括着讲咱的顶面的这个顶面的这个公投内面，佫一题是有同婚的问题，是，这种的问题本身是人权的一个问题，人权是袂使用投票来去决定的。是。啊，但是咱当然，咱的无论是即卖的公投的这相关的规定，可能先安尼，咱先这后会再讲啦。啊，只是讲这种的问题，你18年的这个结果，你看到的是啥？你看到的是讲一个本地应该会当好好来讨论的一个问题，了后变做一个政党的对决。OK， 这个政党的对决，他拄啊时代力量的这嘉伦兄嘛有讲，哈，有讲。这应该是爱好好讨论，这袂使用对决。啊，我这个国民党的这有议员嘛是讲，伊嘛同意嘛吼。虽然伊安尼讲啦，但是因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安尼讲，伊讲这是一个对执政党对民进党的一个无信任的投票。OK。啊，恁到底即马是要讨公民的讨论，还是恁即马是要政党对决？啊，恁国民党嘛是经一个立场，我无要甲你对决啦，我是讲人民对阮来讲，阮就是认为讲，公投，你若公投，你要讲民生的议题，你要好好讨论，这东西咱爱趁机会来好好讲，拢真好。是。啊，但是你若是变做一个政党的对决的时阵，老实讲啦，你什么理性的空间，什么理性的讨论，拢无去啊啦，即马就变做是一个。我挺杀人，我反杀人的一个变做无唔对，伊变做真简单。但是咱即马都唔是一个伫咧理论上的世界，咱即马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这真正的世界内面有
对这个美国真有意见的政党，有这个对各方面因有因政治目的的人，这就唔是一个讲咱会当所有的一切条件拢放伫一边，咱来好好针对一个议题来讨论。永远拢是一个议题，绑另外一个议题，一个代志绑着另外一个立场，这永远都是安尼。咱会当尽量避免这个状况的方法，就是要将公投甲大选先脱离。两个先脱离了后，你以后咱继续，若有任何的民生的议题也好，任何是其他的议题也好，若要讨论来好好讨论，若要决定来好好决。但是你若是你甲政党，你甲选举合作伙的时阵，你就是甲人嘛合作伙。这个时阵，你的领袖是啥人？这个时阵，你的县市长是啥人？立委是啥？这拢造成咱这个议题讨论的复杂性。动员催票去啊啦吼！其实咱讲吼，公民投票本地用意应该是好的吼，公民有一寡吼，这个咱讲复决的这个吼权利吼。第二，咱的这个手头啊，买手吼，若是讲真正咧拼这个案数吼，尤其咱看到讲20这个18年迄当阵吼，有高案。虽然咱讲有的是这个人民团体吼所家己提出来，啊，但是嘛是有人吼挑剔吼，要对这个131吼这个提案这部分有特别的这个用意伫吼，咱拢支持，咱拢欢迎吼。但是咱讲这个人权这部分安怎来去做？啊，嘛唔是咧拼这个案数吼，同意票吼超过无同意票，你这个公投案都算过啊吼。尤其咱看到讲过去吼，这个被告案的这个案啊吼，咱即阵是吼，即回是4大公投案吼。啊，咱来看到讲吼，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是安怎来去议，安怎来去算？那是用这个2018年吼，公投人数差不多投票人数1980万吼，即回吼按算起来差不多要495万票以上才算通过。但是咱头拄讲到，4个政党拢有对着吼无同意还是同意的这个立场，拢无共款。另外咧，公投吼通过了后会安怎吼？咱看到讲，这个政策，无论你是吼第4吼行政法电厂要个电开，还是讲这个反内地总统，或者是这个权责的这个机关，咱头拄讲内地可能就是农委会啦吼，啊行政法电厂的这个部分可能是经济部，甲咱吼海草大共款拢经济部啦吼，都爱做出着必要的这个处理吼。但是来讲公投通过。政府会当卖执行无？这个政府若是无执行吼，通过公投议案，并无吼会当处罚的这个部分，但是会当透过政治追究，然后这是这个其他媒体所写吼，有一寡追究的这个必然性，吼，就是讲会当吼伫咧选票遮吼做一寡这个反映，就是未来这个选举，你对着你的这个吼咱讲执政党好，在野党好，看相伫咧这个议题这个攻防内底吼，你认为啥物吼？继续搁请教社会议员吼，安怎看？头拄这个4大公投案含这回公民投票啦吼，过去8案，这回这个4案啊。其实吼，咱大概拢讲吼，咱就事论事吼，大家议题会使好好讲。我感觉阮3个拢有好好讲，啊，毋过咱隔壁一个吼，讲来讲去就咧讲啊，这是反美的吼，讲来讲去就拢掺来讲，这正经是政党的对决嘛无？即摆足侪民调拢讲吼，国民党做落惨的吼，认同度敢若20%尔吼，我嘛感觉着阮即摆认同度无够。啊，毋过你看这4个公投案，认同度、支持度拢要50呢，啊，所以30%倒位出来，嘛是国民党的啦嘛。国民党当时要支持者才侪啊，所以你若认清楚，恁的敌人毋是国民党，国民党即摆认同度甲20%尔，你若去想吼，即摆30%，大部分的人民为虾米嘛对这个政策是无支持的？咱想讲吼，2018年迄届10个公投案内底有7个通过，连民进党一直你杀个叫做证明台湾证明吼，这个结果无过。为虾米咧？为虾米咧？这敢嘛是国民党有迄个材料会使去动吗？无吧？迄时阵吼，地方嘛是民进党这种，立委嘛是民进党较济，国家嘛是民进党咧做总统。为什么台湾证明公投结果无过？对不？国民党无遐厉害啦，国民党是徛喺个民意内底吼，风吹遐民意风吹遐，阮甲民意徛做伙尔，阮只是50%内底20%尔，所以免定定讲这是政党的对决啦。啊，只好来回应啦，安尼啦。就是吼，技术上的问题，唔是所有技术上的问题，拢会当技术解决。OK， 你的时间就是遐尔济，你的人就是遐尔济。有当时啊，你无可能讲你去要求一个这个就像你搁要公投，搁要投票，啊，你用同款的人、同款的时间啊、同款的投票所内面
你到底是做会到，做袂到？我相信只要有这种过的人，拢知影讲这无好创。OK。啥那民众党因的立场会讲，因真正对这个代志，因嘛是有疑虑。OK。我相信都是因为因家己台北市是全国上好的，有上好的资源，上济公务员。嘛是不到半暝3点。我相信因无可能是调工无爱家己创好。OK。对不？所以这是啥物意思？讲技术唔是讲所有技术上的问题，拢是讲就一句讲这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技术上会当技术解决。唔是安尼，吼。所有人的上帝对人的上公平就是时间，所有人的时间拢是共款的。你投票的时间就是遐尔啊济，一天就是遐尔啊济，就是迄几点钟，你要投票，你要开票，你要规个创好。所以这唔是讲干那技术问题，即句遐尔啊简单尔。咱讲。是毋是这个在野党提起这个公道，这毋是政党的对决？我认为这当然是政党的对决。这卖大家卖讲即马每一个政党的支持率，甲选举的时阵支持率是无共款的。OK。透过这个公道的过程，还是透过这动员的过程，每一个政党会当伫咧其中，会当动员着啥，会当这个启发着啥。这大家拢是看。